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中国渔船并船死2个人的事件，到打协商也无结果。国台办的发言人朱凤莲今仔日表示，代志发生已经半个月，民进党的当局无表示道歉、无打紧，阁着故意来隐瞒着真相。朱凤莲嘛批评海委会主委管碧玲，把这个事件当作是个人的政治表演，真零会。 大家看到管碧玲把处理214恶性撞船事件当成是个人政治表演，隐瞒真相、推诿卸责、谎话连篇。不仅对遇难者没有一句歉意、一句道歉，还对善后工作不断的设置障碍，极为冷血，为人不齿。在事件真相方面，民进党当局隐瞒、撒谎、误导，前后矛盾，试图掩盖真相。 朱凤莲嘛强调讲，中国方面绝对无允准类似的事件再来发生，嘛保留采取一切措施的权利，一切后果由台湾来承担。咱的海巡署是回应讲，这个指控不是事实，若针对着无录影搜证这个部分，已经表示道歉了。 Hello， 我是易景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